也不对了，更多重要嘛是，上个时代搞不起嘛呗。让舅母跌落几点年是呗？那么这大年一九九年着，一再可对人，一再了呢，那这年俺不没着。马上看看了，哪能用不着？一个在马六八下呢，那就路嘛是，看他电视去过了吧？他的一再没当过呢，能够把这什么了的？一个在六年长，马六年长，什么年给我马的4个月？妹妹在哪了？开起学的决定的嘛呗？马上开始针对呢，要不要去个人？让见不要我去些。看意思呢，你妈俺做特皮面子，来了看规模多买不起，苦个忙不需要不着，因为他的中母干啥，老怕买不起穷的生病。俺老爸不去过去没？跟他来起去。让个少钱是有的喂。周书记，刚来还是晚？刚来让用吧。